罗小莹，罗小莹，有疼的不？有疼的不？重着睡腿哦，重着睡梦嘿，起来嘿，眼睛不要闭起来哦，听到没有？不可以睡哦。你给你二言。不好意思，不能进来哦，不能进来哦，不好意思。罗言，你係要動到嘅事行行咗嘅，眼睇到冇？重着睡夢嘅。你跟我说小恩会没事，你跟我说一切都会没事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不是很会讲，你不是双博士，你很会讲吗？你说啊。丢什么啦？没丢过。X 光片看起来是子弹穿过肺，卡在心肌，情况并不乐观，请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人生清明一日，應該係物嘅養傷。我想係當平常嘅一日。幾戶家人就開始招架下吊災，開始兩日。留相愛嘅人對視1分鐘，再過來自家三忙自家嘅事。老好朋友向下吵吵鬧鬧，再過來提到面床空，老成功按自說，本係一個難得嘅好日。手术中只有切除罗小姐部分肺叶，心脏的部分只有轻微的擦伤而已，这算不幸中大幸。她还年轻，所以几个月之后应该就可以健康复原。哎呦，医生，感谢了！我也庆祝罗小恩肝又复活了，最后请大家吃我亲自种的新鲜番茄，黑新鲜番茄。我谁呀？感谢了！等一下好吗？对，那你就过来一下。啥嘞？吓死我了！做唔得，做唔得，我乱动诶，做嘛啦？干嘛嘅？排泄。做嘛係講排泄？輕牙嘅排泄，輕牙嘅排泄，你輕嘅唔錯，輕牙嘅唔錯，排泄。ไม่แล้ว唔會再過離開嘅，有嘅書，我唔會再過不用開咧。你有記得嗎？麻醉推特講嘅體技法，唔講。我相愛是放對後邊。講笑嘅，唔聽講啊，係盲จิ้到啊，真的是。我真係騙人嘅。唔係騙人嘅，真嘅呢。既然現在是冇，
先煎也好啊，好冇？阿唔講愛唱阿姨哦，哦。好的。冇關係啦，妹妹也冇刷牙。不然就不要垃圾就好了。哈，桂义，你看，牛郎织女在医院打啵哎，会不会太浪漫了？哈，屁哦38哎，讨厌！会等我亲了以后再叫我。来，我们在，你也可以啵啊，赶快啵。继续。不要。而且重点是，为什么你们的进度比我们还快？我们这哦，桂英。曉誒，聽說日日好起來哦，阿望老母說都冇出來，來是不點了哦。对呀，好险这顆子彈不夠強。如果這顆子彈很強的話，阿勝，我看你這個牛郎就真的要去當牛郎。你在說什麼啊？我有講錯嗎？這是什麼世界？萬一下一個輪到我怎麼辦？所以經過我審慎的思考之後，我覺得，我還是轉行離開這裡好了。哈？啊什麼啊？你来做什么？我跟你讲很多次了，文校的事情你决定就好了。阿姨，我想你应该是故意忘记带走，但是不管怎样，这是麦校留给你的。我知道你现在不想看到我，本来我想请阿胜哥，或是他们公司的员工转交给你。但是因为麦校还有小恩受重伤，大家心情都很沉重。这里面有麦校帮你准备的连续剧，阿姨你想看的时候就可以点进去看。还有脸书，阿姨想麦校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点进去看他的页面，就好像他还在一样。很多朋友都有写一些祝福的话，阿姨你都看得到的。3个礼拜后，2号火化，3号我们帮麦校办追思会。追思会结束后，我们会带他回家尽宗祠。等讣文准备好，我会放到你们家信箱。唔是，我唔爱去，要吧，很卡无可能。阿姨，我们一定要经历过这些过程，我们才能相信麦校已经不在了。他一定也会希望你们能陪他走完最后一程的。你能了解一个做妈妈的心情吗？我们这么努力，想要忘记这件事情，回到正常的生活，可以吗？你坐在这嘞。那暑后啊哈，我们就要去表演给人家看哦，好不好呢？阿莲姐，要不然转来了。老板，你的宝贝回来了，要完证了，有看到我了？唔可以辦，唔可以辦喎，唔可以辦，唔可以辦。愁了，哎呦，身體蠻好了，給愁了。來。哎呦，你爸哦，可能冇想我辦了，佢哦，因為我輸東西咯，不猜哦，我老小朋友都沒有騙佢哦，也他東西才輸到安尼，我是過年嘅東西可能都到他心裡了，哎呦，佢哦，見到我東西忙輸啊，給你輸哦，心情冇會打你了。
要请到府咧，阿天子啊，老小品啊，全就同意分。我想讲啊，转转来，再个看看一下，还冇问题就做个班咧。哎呦，先狗喊背了，跟不然后给就设计好了，画草图了。你游戏班演出来，直接都偷干用了。你哈，马上就唔思讲，先准备心情，看看木小去过辈子就好了，好吗？归义，你在这里啊？干嘛啦？要不要喝咖啡？你什么时候看过我喝咖啡？那你什么时候看过我请别人喝咖啡？怎样啊？我想辞职是因为我想要回去看 mini， 因为麦校跟小恩的事情让我觉得，如果哪一天我也就这样消失了怎么办？那这样子 mini 会不会根本就不记得他有过我这样一个爸爸？所以我才想要辞职。好啊，没关系啊，你去啊，要去就去，随便你啦。反正记得帮麦校请那团夏威夷男郎就是了。归义，归义，你懂不懂礼貌啊？我好不容易跟你讲实话，你如果喜欢，我可以直接跟我说嘛，这我可以理解。但是你不要什么都不说，就这样走了好吗？我是用今天吃早餐的钱帮你买的咖啡。好啦，我骗你的，那一杯是奶茶，不是咖啡，因为奶茶比咖啡还要便宜5块钱。听讲伊迄文校的告别式，俺无要再来的啦。亲某，伊还很阿爸，很得30年呢。那边还有东西吃啊！都这样，每次不人家。好，你也来一起来，一起来。好，来，这个姿势有点怪怪的。1、2、3，好。干嘛？1、2、3。谁把狗吃，肚子这么大还在吃？我拜托你帮忙去当招待好不好？不然一场演出会做到戏哦。就我扮嘅斯泰尼，要我扮嘅夏威夷草裙舞男郎，要死人真係對起冇事哦。咩將勝負節啊？佢講係咩團嚟跳啊？歸依啊！唔最近真係歡喜動態，老大嘅一些擔走嚟。根本佢變態咧！歸依啊，
有看到身狗吗？冇啦。上来了，你就唔聽啊？娘誒，其實講到成都兩時還蠻多，最近迄喇叭全用唔得心唔得心啊，跟男人啊！酒啊，酒這麼賺啊！好啦，唔見啦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们是？我们是当面来跟麦先生说谢谢的。说谢谢。请问你是麦文孝先生的母亲吗？哎，我是麦先生心脏的受赠者。谢谢你救了我们家。原本我们是不应该来打扰的，但是我太太她是医院的工作人员，她努力打听，知道今天有这个追思会，所以我们特地过来。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等一下。我想说，可以让我再感觉一下我儿子的心跳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啊，没有哎，救命哦！怎么是你们两个啊？我的一团夏威夷草裙舞蓝囊嘞，一团在哪里？我哪里有钱请他们呐？我的钱都拿去买机票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你今天请他们两个来就已经不错，你不觉得我很牺牲吗你？阿胜，快到！麦少，我今天为了你豁出去了，你给我仔细看。阿胜，1、2、3，哎，都是再一次了，直接讲，哎。我咩到啊？那咩唔对，佢讲前都拿去买机票咧。阿叔妹，还是有。好呐。
说袂挨着迄希望某小做得。麦校有你们这群朋友，真的是很幸福。安子生，麦笑，希望看到你笑。麦妈妈，天气好冷，如果不动一下会感冒。我们又不是小万，叫小万哥不重要啦。跳舞了，跳舞了！用好来啦，好，好不好？龟，我要走了，抱一下好吗？不要，那说一句再见嘛。不要。哦，那我走了。你很奇怪，不说再见又不让我走，你就整天只会抱着卖笑，抱着一个永远没有办法跟你说再见的人。我觉得你病了，你应该去看一下医生，因为你现在生活在一个未亡人的漩涡当中，而且你现在走了，你害我变得好尴尬，我到底该跟谁说再见呢？我觉得你会后悔，因为你这一辈子都会欠我一句再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会先说再见。韩国生意了。拜拜。哦啊，过以后了，哎呦，按照了，给了，爷娘早餐给生了，哦，要来了，叔叔啊了哈。我叔叔好阿姨。不是不是，你这样去淹了，做唔得了，我动起来了哈。医生讲我多休息，还有了，还有姑娘爸爸了，哦，我老两班个，哎呦，不出来了。我老两班个冇起好了啦，我按摩汗了。冇上嗰兩日嚟啦，真係而家早晨，下晝你就進來啊？冇還先過了平了。唔是啊，佢班嗰幾片，而家喺存錢，而且將喺起藝冇應停通。哦。唔喺起藝做生意。哎，给有嘛事情啦哈，你就口好本來了，莫太辛苦了哈，俺就閉轉來了。你幾片我就會閉轉來啦。冇事啊，你冇閒哦。爸，按做哦，吃飽了哈。
你等一下下去师母迄片行好嘛？无诶。好啦。老公，可能讲我了，要乖乖咯哈，起去上班咯。哦，怎么了？贵鸟诶，我老公好山上银行好考嘅，也好抢我1、3年天，我出动眼胸拍使用诶，啊毋过我听说二楼冇收大电。唔睇冇少強下去哦，佢天初會保佑唔嘅。那个时间结婚啦，夾到老眼搶一下，我是在盼娘哦。好好，張生係伴郎，唔係伴娘，好嘛？我老外講到佢啦，佢講我係未亡人。好啦，佢唱係做戲可以下面呢，我聽錯天天要做嘅啊。我去做茶咧，我講咧。好啦，唔好緊張哦，沒痛嘅，要會飆出來嘅，加油啊！嗯。爸。春天的一條花，一條花，期待四行茶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哎，小安你水上，爸今天有來嗎？就没看到他呢，人不见了吗？走。哎，小安，我帮你跟你上广播比较快啦。各位仁昌里的里民请注意，大德老板走失了，有看到的朋友，请跟在他旁边，赶快打电话到里长办公室或女儿手机0912783213，0912783213。怎么啊，罗小爷？我爸不见了。好，唔使紧好冇？你哪呀？该前面。好，我等等就到嘞。小安啊，小安啊，小安，听讲恁爸抱去铁轨路啦，甲恁看去啦。那个，啊无我开车甲伊载你等我，你赶快。细细hen，来眠床，来眠床，扭一骨扭一骨，叽里咕噜咕，安樣就唔會見。细细我不要。细细hen，唔讀書，我不要。扭一骨扭一骨，叽里咕嚕咕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用最好的方法来对待大德。
洗洗烟，洗洗烟，唔食饭又唔食饭，尿一咕尿一咕，叽里咕噜咕，哎呀唔就爱见。洗洗烟，洗洗烟。小妍啊，吃饭了。唔是很记啦，全部入去都要哈，看就点不相识的。给昨晚的洗澡饭，挑死嘞！好吃饭了。我不管，你现在马上给我派人去处理，立刻家属要来看。小万哥，为什么我们两个要处理的案子都是我一个人在忙？发电机啊？这个来嘞。系啊。Hello， 小袁，技术较好对吗？贵安部没水冇了，hem给吃饭唔吃饭了，不用用个啥了啊。十字架、佛珠、圣歌，全部就冇用，好的啦。唉，你讲厉害。我惊去了，去啊，不要等了。哇，你可以同我卡开水。阿妹，绝对冇好事情呢。还没有请什么朋友了？有底耶。没有打工赚钱了？有条拿钱没了？冇啦，妈妈的钱。这样。我安装了。好了好了，拜拜。红豆饼，咖喱，为什么？
啊，阿贵老爱讲啊，其大天花板唔就一毛只，就太福强咧。贵啊，像我用，像我一看啊，可以无？8年就过嘞，那件事情很意外啊，没你给经验，较振作着好吗？较振作着呀。很意外，很爱跳哪里度，想上到办法。恋爱，完全无想到去。唔係愛無顧好去，係愛啥唔記得去。冇聽錯，而將將我去行下天啊！我都好失跌到，即留起唔可以我辦活，有乜嘅關係啊？就是我自以為是，養成讓他出去的習慣。如果我把他鎖在家裡，就沒事。你阿爸，做完就會做，請係時間嘅問題。以後要嘅神法請會應來應查，你了解冇？佢聽錯也唔想去，確定是個人。走得多一年就會一年，走得平安一年就會一年。佢愛吧。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？你俩哈，连胎母就喊不出去了。来到医看醫生好冇？做唔得，就係唔想去出去，唔想去停頭。我想上13年定先下做的。春天的一條花，一條花，記得是항茶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淚。做乜個案呢？太火中的聲音喊轉來上班。用我安尼，我做唔得再個做處長嘅，我係再個退下去哦，我要死都當難看啦。阿趙勝偉，你到底有談來到個講法冇？是咧，將手唔轉來做處長，唔轉來法，乜嘢咁講法錯？我做唔對唔關老鄉人，歹勢。好吵！芒哥，你管一下陈桂义好不好？他现在升了官就换了一个人，整天发脾气啊！对啊，定厂商、定派遣，潇洒不他。我已经够烦了，你们还要烦我啊？人家那么认真工作，有什么不对？要懂得欣赏，好好的去跟他学啦。没啊，师傅，他现在就是一个惊奇失调的萧伯，他已经吓跑3个新来的专员呢。他这样下去，一定变下一个九太夫啦。你看看人家来多久，人家业绩多好，你嘞？
你呢？到现在执照都还没考到，你还敢讲什么话？哎，他现在都比太后还要恐怖嘛！整天都乱发脾气，还乱经，那停经了啦他！好恐怖，我都不想跟他讲话。歹势啊，我做唔得转来公司上班，你管一下。我照顾落遐。处长，你们来抓，拍死他！可以啊，三处就搞稳呢，为太后。嘿，下老唔吞表命马拉松呢？记得吗？迄上爱完成的梦想啊！下老唔强行去完成好吗？下弟，你是有时间才行会出来。还有100种来电出门嘅方法，不过啊，爱免了免，想了想，拄清暝，还可以知道我运气较狠，错吗？碰上嘅人再讲样嘅强求也无用。但是，后迄个罗晓妍，听说行会出来，为啥忙运气改变都较好？你只要记得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，会永救我。我想求老大，哪愿不会想求太傅？愿不会？你讲啊，哪会呢？做嘛会个洗每年按电车按3万做假洗，我本人讲都按难行啊！哦，你不在，罗小恩又某形某相，又某爱见人，又某爱等爱。好啊，你做某年做的讲法咧。阿某，你很讲了声，让来转来。我不要变成老姑婆，我不要变成老姑婆，我要一个多花鬼在我旁边，嘎嘎嘎嘎嘎嘎嘎，一直吵，一直吵，一直吵，就会按钮。对不起，对不起了。若是猜唔到，我安慰你了。以前细细的时间了，我就可能就安尼了，免处处的了。像了下发生安太个事情啊，就唔是靠人救过了。从不卡了嘛，个事情啊就慢慢安尼紧做了。不过我全部就低了，挨低了。人家不太对了。就会太低个天数了，所
虽然无人会看做七家人咯，不过毋是讲哦，不管发生乜个事情也袂皮蛋咯，两行也就袂皮蛋，叫他叫了。向下老太太讲再见了。那为什么老皮讲再见？今天唔怕了。会皮蛋了。讲再见，真然很難。親友離開嘅爽響，無天菜永久做唔得好。母女情深啊，还同性恋。讲么子么讲法了？咱等个老校园做点南腔下了。那个，把那句话。哎呦，呀，那好满年那狗我可能那哪有那大的？那是中来的，我带着你去玩个高子，你给我过来，快过来！可以了，狗毛子啊，狗毛子，他掉进来了！你香港你两个人在中走哎，我大动了，那我们舔技了，过来了。每一次见到你都希望你笑，这一次我真的等好久。需要说明，这一次准许你不告而别，放心去旅行。不過，恩愛上心，再見了後，聽出還未上見。黑曼妮呢？小心點哦！我有學過防身術哦，千萬不要惹我哦！有没有很惊讶？有没有很开心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因为我发现我的血液里面还是留着礼仪师的因子在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离开。说实话啊，其实是因为前妻嫌我很烦啊，明年又觉得我1个月去看他一次就好。再说实话。哎呀，那是因为我刚好经过这边，然后又刚好看到冰箱里面有材料，所以我就刚好做了2盘蛋炒饭，而且又刚好没有炒得很焦，很好吃。哎呀，这么刚好是这样。闭嘴！我想你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，也不再有悲伤。假使愛上你，愛會點點困天堂。假使你相愛，手都愛夢都發sáng。我的微笑是你改穿靠背很好啊，大头了，好吧。留住了美好过往，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。我知道
再有眼泪，也不再有悲伤。假使爱上你，来回感感款天堂。假使你相爱，是都来无法想。我的微笑是你喜欢的模样。有冰痛冇？不是啦，我做的。要跟一下，跟后一下。哎，年轻人，要活就要动啊，动起来啊！哎，不要休息啊，休息啊，先发挥tempo快点，快点啊，动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，快点啊！加油加油，谢谢。演里总想爱送西蒙嘅模样，不过西蒙沙无所不猜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讲：生老死唔系对你嘅，做得上爱用嘛嘅方式延续下去。有好嘅一日，也有无影嘅一日。俺爱认真过，就像老妹一日，当作系亲密一日。又改呢呀，哎呀，赶进度，赶进度，再玩一下嘛。超多了，对，累。哎呀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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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还要回去赶进度呢。你要想叔叔，要想姐姐啊，kiss 拜，拜拜，再见。要想叔叔哦。哇！哎，我係叫人樣哎，長到我，中意咧。好嘛？冇啊，這麼冇啊？待会跑的时候，给我拿出你们的自信、你们的爱，还有你们的宽容跟体谅，给我跑起来，懂不懂？大声一点！再给我大声一点！太小声！加油加油，跑起来啊！奔向美好的未来。太破坏，要的未来啊，只好一并愉快。班哥，大摆就讲漂亮嘞。哟，要的经验挨嘛有讲啊。你的未来已慢慢走向殡仪馆了。那个谁谁谁，给我跑出你的态度来！开口。就是你啦！你们叫什么出境事务所？叫出事事务所，生意定好。刚刚吧，知道了，接下来就是王牌礼仪师啊！王牌，我是王牌啊，我一定是王牌的，我会考到的。你的身材是王牌啦！来，干嘛？站好，站好！很久了，就是这一天拍照，拍彩色还拍黑白？彩色，来了，祝福顺应事务所，一路向西，家属打理，安心守护。名片就只有这一张吗？你没有拿高跟鞋啦！哎，礼貌吗？你知道什么礼貌？我们礼仪师就是要体面吗？不然我们买那么多钱，那这个妆干嘛呢？哎呀，就你不要穿高跟鞋嘛，你就硬要穿。哎呀，快啦！
身材是可以突破的吗？有没有？有呀哦。